很热，因为我们有个渴慕要来到主的面前，开始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站立起来，跟我们左右两边人说：新年蒙恩，平安喜乐！新年蒙恩，平安喜乐！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会前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唱。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生命献上我的赞美，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在2023年的开始，我们要经历什么丰盛的恩典呢？求主用我们一生来经历他的恩典，我们用这个来祷告。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求主用我们的一生，用我们的心渴慕来经历他。我们要来到他面前感恩和认罪，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带给我们在新的一年已经完全的开展那新的盼望跟新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我们还停留在过去吗？还是我们开始展望未来？在未来日子当中，我们的主要为我们行什么大事？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就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要将我们自己那不属神的意念，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农历新年之后第一个主日礼拜，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从他来赐福的意念。所以我们要认罪来祷告。认罪不仅是承认自己的罪恶，更是要求主的赦免怜悯，求主的医治临到。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主说他要广行赦免。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当我们认你的时候，圣灵的灵就被领导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谢谢你，因为求你能赦免每一个人的罪，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求你求告我们的灵，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求你现在降临，将我的罪恶。求
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此时此刻，我们的环境就如今天的天气，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寒冷，甚至这个寒冷让我们觉得刺痛，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手脚好像有时候冰掉，甚至麻掉。但是主，你却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渴慕，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火，你那属圣灵的火，不仅要温暖我们的生命，更是要烧尽一切邪情私欲，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的身体好像可能冰冷，但我们的心里却是暖的。而且这个暖的要从我们的里面发出来，使我们全身、我们的身心灵都领受从主来的温暖，从主来的热情，从主来在这个2023年，你要我们经历的恩典。谢谢你带领我们，主，我们也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将过去那一些不属神的思想意念，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来赦免，求主你来掌权，求主你来翻转，求主你来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在2023年过完这个农历春节开始，我们就来经历在你里面被主来使用，被主来恩待，甚至我们要被主来保护。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开口来唱歌，我们可以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我们要继续来祷告，我们要来为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周遭，我们所遇见的事，特别天气很寒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需要那个从主来的热情，特别是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要求主的医治跟释放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个很有盼望的诗篇，我们一起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的帮助是从哪里来呢？我们很常会寻求人的帮助，但我们有没有记得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而且可以彻底来帮助我们的这位主？在我们要来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我现在即时即刻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事情？我要将这件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就好像诗篇刚刚说，向山举目，山这么大一座，我看见那个山，那个山是阻碍的山，还是恩典的山？是上帝创造的山，还是人带来阻碍的山？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主他施行医治，他要拯救，他为你预备。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需要，你等一下可以把手按在可能身体上不舒服的地方，或是你也可以举手，我们的同工牧长为你来祷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宣告主的医治要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的恩典要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在线上你正在看礼拜的时候，一起来经历主的医治跟恩典。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这个时候要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阿们的主，你更是使我们的生命，主要在那个患难中能够经历到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即刻要寻求的时候，对吧？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怕遭害。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就在各样的时刻，我们要经历医治你的平安。谢谢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个时候，主，在这个寒冷天气里面，我们要为我们身体不适的兄姐来祷告。特别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人他在线上参与礼拜，是因为天气寒冷，他真的不方便出门。恳求主你的保守，你的平安就与他们同在，让我们在现场的、在线上的主，我们都要经历主你的温暖，我们都要经历主你的医治，我们都要经历主你的平安。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是为在这个2023展开的时候，主啊，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身心灵，主啊，有那样的困难，有这样子的一个困境的，主啊，你亲自来带领，因为你说你是在旷野中开道路的主，你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主，你是在人不能的时候能够施行恩典的主。主，当我们来寻求你，我们就要来寻见，
因为这是出于你的应许，出于你的带领。谢谢你带领我们要来经历，在2023是健壮的，在2023是平安的，在2023是极有盼望的。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继续为主日来守望，我们要一起读这段经文。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们要来为主日守望祷告。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里有一个渴慕，不然这么寒冷，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无法行动的。但是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热情，就好像这个诗篇所说的，因为我渴慕要经历你的能力，要看见主你的荣耀，我要参与在当中。你是我的神，我要渴慕你。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到主面前，在这个主日，我们就要来领受这样的恩典。所以我邀请大家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为几件事祷告。我们要为个人的生命，在2023你要经历什么样的恩典，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来经历。也要为本周今天下午开始后就有这个营前训。昨天跟前天的同工才从万里，也是很冷的地方，刚好遇到寒流，然后我们就回来。但是神很奇妙，很奇妙。我大概在讲到的时候，我会讲到这件事情。求主赐给我们有能力和智慧特别是这一群年轻的同工，从国中、高中到大学，他们一起冬令营要来服侍。今天第2场也有这个差遣的祷告，为这群同工，在接下来礼拜1到礼拜5，礼拜天就开始要来经历这样的恩典，也为下一个主日定期会员合会执事补选来祷告，求主掌权，预备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预备这位执事，他要经历神丰盛的恩典。我们要为第5区我们的松辉长老，还有我们的小组长永成小组长、文成小组长，为这个小组、为这个区，在新的一年有新的目标和梦想来祷告为小组长跟组员的属灵生命要丰盛跟成长来祷告，也为未信主的组员家庭来代祷。愿救恩透过这个区，透过这个小组，透过在这个区这个小组里面的信仰群体，来祝福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经历从神来的恩典，从神来的光。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要开口为主日来守望，为主日来祷告，为讲员来祷告，为服侍者来祷告，为我们的领袖来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要是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感谢你在我们今天。哈利路亚！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新春之后，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经历你丰盛的恩典。主啊，你就是光，你的光照亮黑暗，你的光带来温暖，特别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你让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渴慕，有一个渴望，是我们要到主日来见到你，我们要在主日来经历你，我们要在每一天的时间来认识你。主啊，在今天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
预备主日，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你也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经历你丰盛的恩典。我们在这个时候要一起用主导文来说，来宣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愿众民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新年恭喜！就是这个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开口赞美神，一起来拍手。神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全然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尽。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是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神已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彻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尽。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Amen。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以生命见证耶稣他活着。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是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全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万国都敬拜你。
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信靠耶和华的人，好像是锡安山，永不动摇。耶和华是我们四围的盾牌，是我们的荣耀，也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Amen。继续来拍手来赞美。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帮助，我的帮助。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Amen。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哈利路亚！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们将这赞美的欢呼献给神。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就在这个时刻，神已经拣选我们，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领受这大使命。在神的呼召之处，我们继续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主温柔的神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如此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
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无找我之处，我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现在邀请大家一起开口来为自己祷告。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献上什么给神？对于神的呼召，我们要如何的回应？让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主啊，新的一年你呼召我们，主啊，我们要服从。哈利路亚，再感谢你。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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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在这个时刻，是感恩的时刻。无论是在顺境，或者是在逆境，因为你的恩典够用，所以我们献上感恩。是的，主，这个时刻是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刻。我们要从聆听你的话语，看见你的应许。我们要经历此时此刻是恩典同在的时刻。主，我们知道这个时刻也是祈求的时刻，是我们能够从一年的开始经历主恩丰富的时刻。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语，看见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主，这个时刻是一个奉献的时刻，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能力来献在主你的面前，让主你来使用。因为主你先完全为我们预备，为我们献上，所以我们才能够有崭新的时刻。愿你赐福，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顺服你的话语，
让我们在顺服当中经历蒙福，经历你的同在。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从你的话语当中帮助我们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的保守，看见你的赐福。我们这样同心和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在过年之后，我们一同聚集在这边，我们来经历主丰盛的恩典。我们现在欢迎第一次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第一次一起来敬拜的弟兄姐妹？有吗？如果没有，我们要来看今天的消息。我们在下主日2月5号早上9点半，我们会召开2023年定期会员和会及执事的补选。执事候选人资格名单与会员名册在公布栏，我们已经公布了哈。如果有异者，请于1月29号，就是今天前，向小会书记陈敏哲长老提出，由小会来补正。如果你下个礼拜无法参加的陪参会员，请于2月3号前以书面向小组长或者是小会书记来提出。那我们下个主日9点半只有一场请注意9点半。那我们会在隔壁那个富邦银行2楼上面的2楼来召开还有主日礼拜。那请我们的会友我们的会员依照我们的小组别来入座参加礼拜。小会员请于8点半在新堂2楼会议室召开小会，小组长于8点50到达新堂2楼进行点名发执事第一次的选票，圈选投入招待处的票柜。那我们会员领票按照组别，那向小组长报告签名领票，那随即可以进行选举将票投入票柜。那10点我们会截止后统计投票数后，交给牧师来在2楼礼拜堂宣布结果，投票过半数的得票数是当选。那我们会补选执事1名，任期是2023到2025年。那小会有推荐就是从上次的最高票的前3位来进行补选1位虽然是有补选，但是请大家尽量由我们小会来推荐的名单来选出，这3位选1位。我们在3月5号会举行今年度的第2次圣礼典，如果要受洗者在2月19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那1月29日就今天于台礼礼拜，我们会进行冬令营的同工差遣请相关同工于11点至本堂1楼集合。那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也定于下个主日12点半于教会新堂2楼召开112年度会员大会及志工大会，请我们的志工还有我们的会员能够留意来出席。第4组的王俊文弟兄的妈妈王李正劳夫人于1月16号辞世。那享寿83岁于礼拜5在嘉义市立殡仪馆举办告别式，愿主来安慰与主同在。那牧师也在礼拜前一天礼拜4从高雄上来的时候，到嘉义的住宅去跟他们致意那安慰，带俊文弟兄来祷告。我们继续为这个家族来祷告，最后他还有他的叔叔有信主求主来安慰扶持。那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这个
本周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2遍，一起来。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记4章14节，再一次来。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不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记4章14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意义，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并且进入到神同在恩典的祝福。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称呼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再一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称呼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公因万有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过年后的第一个主日，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求主继续保守今年每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职场上、学业上，或者是在各个领域，都能得到主的赐福，也都能靠主得胜。主啊，最近天气变化大，求主看顾每位长者的身体，让每位长者都不被天气给影响。现在我们要来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以及才能，让主来使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说：现在是经历主恩的时刻，现在是经历主恩的时刻，请坐。弟兄姐妹，大家新年蒙恩，跟旁边说新年蒙恩，平安喜乐。我们在今天呢，要来分享以斯帖记4章9到17节这段经文呢，可能是以斯帖记最被人知道的一段经文，因为出现了经典名句哦。那在这个新春过了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刚好就在这个时间读到这段经文，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也用起印的方式，好吗？那我等一下呢，大家读单数节，我来读双数节，预备好了吗？好哦，好了。在这么冷天气后，我们真的是心里很火热，看到大家这边做了很多人觉得很感动，感谢神带领了。我们一起来读经文，你们读单数节，我读双数节，好，请开始。转达了末底改的要求。
以斯帖又派他带话给末底改说：不分男女，无论是谁，没有门王的召唤而擅自进去见王的，一定会被处死。这是法律，全国上下，无论是王的顾问或是各省的人民都知道。只有一个例外，如果王向那没有蒙召的人伸出金杖，那人就可以免死。可是已经有1个月，王没有召见我了。末底改接到以斯帖的消息，就托人给他这样的警告：你不要幻想，以为你在王宫里就会比其他的犹太人安全。你在这里的时候不说话，犹太人自会从别处得救援，而你和你的家族必将灭亡。谁知道，也许你被安排做王后，正是为了这时刻。以斯帖托人转告末底改：你去召集书珊城所有的犹太人，叫他们为我禁食祷告，3天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照样做。然后我就去见王，虽然这是违法的，我还是要去。要是我这样做不免一死，我也情愿。于是末底改离开了，照着以斯帖要求他的话去办。阿们。就是这个时刻。2023年是什么样的时刻呢？就台湾的情势来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时刻？曾经呢，被称为这个史上最忙的副总统，大家知道他是谁吗？他叫做3个字，没有在小年夜出现的人，是陈建仁。陈建仁呢是前副总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蔡英文总统，我们的现任总统再次找他来，这次担任是什么？我们在年假的时候都有看到新闻吗？他这次担任的是行政院长。我昨天呢给大家4个选项，说他是史上最忙副总统，是因为在他副总统的任内呢，其实那个时候的台湾在面对很大的几个大概3项很重要的改革，而这个改革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很不习惯的。然而，这个改革是不是有带来公义？我们的神知道。但是在那段期间真的是非常的忙。然后我昨天在周6的时候给大家几个选项后，蔡英文总统会选他有什么原因？让大家猜一下。第一个原因是他很聪明。好，第2个原因是他很有经验。好，第3个原因是因为他很温暖。好，第4个原因是因为他看得到未来。来，让大家选哦，还记得我刚刚的选项吗？好，1是什么？聪明啊。2是什么？经验。第3个呢？好，第4个看得到未来哈。好，对，大家今天一定没有睡着。好，然后大家选一下哦。然后你选1的比1，选2的比2，选3的比3，选4的比4。OK， 准备好了吗？好了哈。好，来1、2、3，比出你的答案。蔡英文总统形容他说，因为大人格温暖、无私奉献的人格能够团结社会，所以他是现阶段最合适阁揆的人选。有跟你想的一样还是不一样吗？在一个时刻，上帝预备一个时刻，要你成为一个角色，或者是你正在担任这个位分，他有他美好的心意。然而，此时此刻的台湾，有一些政党人士回应说：“哇，大人哥很温暖，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台湾的景况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我们昨天从万里回来才发现，原来桃园比万里海边还要冷。”
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去一个很冷的地方，没想到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天气非常好，海风没有很强。我们真的在那里童工营退休会，然后一回到桃园，哇，真的好冷哦，我们都吓一跳，想说原来桃园可以比基隆还冷，哦，比新北还冷。然而，台湾的社会好像在2023也在经历一个这样的情况，疫情好像刚刚要消退，好像过完年又要起来了吼。我们看到好像最近又很多人又确诊，然后呢，大选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执政党真的是面对到很大的动乱。然而，在这个时候，台湾的社会真的是就要经历这个和解跟疗愈的时候，甚至有些因为疫情受到冲击的产业或是人，在这个疫情好像要开始退后，然后产业要复苏的时候，其实更大的危机就出现了。那个时候可能失去了工作，可是现在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开始一个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台湾的政府好像很需要帮助我们的人民。面对到对内是这样，对外好像有比较好吗？其实也没有啊。我们看到台湾的外交或是整个国防一直在部署，一直在预备。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正在一个人家说台湾在2023年可能是最危险的时候。然而我好喜欢上礼拜的讲到说你在一个危险里面，你看见是危险，还是看见什么？今天就讲到，在这个时刻里面，不论我们在多大的危险，基督徒在这个世代，我们的身份是不是就像以斯帖一样，或者是像末底改一样，怎么样一样？需要我们的主给我们从他来，让我们的心被坚固。我们好像末底改跟以斯帖一样，需要被坚固。我们好像末底改跟以斯帖一样，需要听见今天在此时此刻，神告诉你，你生命中的机会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危机，我们看到危险，我们看到很焦虑，我们看到睡不着，甚至有一些人明明大过年的可以睡到饱，有人说初3睡到饱吗？他初1、初2太累了，初3睡不着，初4有烦恼，初5要开工完全睡不着，初6已经开工也不用睡觉了。然后就到今天，现今的机会，神给我们的机会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一个难关里面，而且我们在这个难关里面正在倒数计时吗？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我明明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做了这件好事之后，可是目前的结果好像没有是我预想，不是我预期的，甚至我明明这么努力，我这么认真，我这么付出，结果还更糟。亚哈水鲁王在立了以斯帖做王后之后，我们读之前的经文知道，末底改曾经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他阻止王身边的这些太监来谋害王。但是在这件事之后，以当时波斯的文化，末底改应该要即刻被奖赏。然而他没有当下被奖赏，甚至他好像被人忘记了一样。反倒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人被兴起，而且这个被兴起的人叫做什么名字？大家都知道，叫什么？哈曼。对不对？叫哈曼，一个与犹太人在圣经里面与犹太人为敌的亚甲人后裔。他被高升成为宰相，然后王还命令所有的这个王公官员，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他好厉害哦。王竟然为了哈曼，命令全部的人跟他们说：你们看到他要怎样？要跪拜他。看到他要跪拜他。如果你是末底改，你要跪拜吗？在这几个礼拜里面，我们也讲到，可能是因为民族情怀，可能是因为像迦南之声讲的，我们的心好像一个冰山，露出海平面的只有一点点，下面很大一块冰山大家看不到。
然而却是下面这河岸很大的冰山，在决定你上面看得到的那个冰山所有的行动、所有的回应，甚至所有的感受。所以哈曼他不跪拜，但是不跪拜的结果是什么？哇，我已经没有被纪念，已经告衰啊。结果他还被恶待了，准备要恶意对待他。哈曼就只是因为他不跪拜他，只是因为这样吗？其实不只是因为这样，还有很多背后的情节我们不晓得。然而他们自己知道，你知道，我也知道，我们两个彼此知道，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想要讲开，我们没有想要善待。我就是不要跪你。另外一个想说，哇，你不跪我，你就是违反王的命令。其实是心里面的那个私欲，可能更多了。然后呢，就怎样？心里就决定要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他要决定杀灭所有在亚哈水鲁王那个时代里面每一个省份里的犹太人。以当时来说，有几个省份？有127个省份。你因为一个人决定要杀127个省份跟他同一个民族的人，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这样？只是因为一件事情，刚开始是对一件事情，后来对一个人，后来呢对一个家，甚至呢对一个整个族群。有时候对教会是这样哦，你可能只是跟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些冲突，就变成是这个小组。再接下来呢对教会，然后呢牧师其实很多时候很冤枉，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被讨厌。在这个里面，哈曼做了一件事情。当时的波斯文化，他们会做一件事，去抽普洱。普洱翻译过来就叫做抽签。他们会去抽签，在抽签选日子，好像我们要选结婚啊，选那个有些人会选那个什么时间要结婚，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抽那个签呢的意思其实很重要哦。抽出来的那个日子，代表那个日子会带来好运，带来我自己的好运。所以哈曼当他去抽签，抽到这个12月13日，亚达月12月13日，当下的时候是1月13日，他又要杀灭犹太人，可是他竟然会等这么久，大家就知道那个抽签的这个仪式对那时候的波斯人很重要。然而当他抽出来，他想说，哇，命运站在我这边的时候，真的吗？我们去抽到那个签，哇，我中了，我们的好运，我们的幸运是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上吗？还是建立在彼此的共赢上面呢？这个抽普洱带来了，好像哈曼觉得是好运，可是对当时来说，来到今天的经文，所有知道自己要在亚达月13日会被杀灭，甚至财产会被抢夺、充公的犹太人，开始就惊慌起来了。在我们的生命中，今天是这样的时刻吗？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接下来的12个月你过得下去吗？末底改知道这件事之后，他想说：完蛋了，完蛋了，死路一条。于是他就做一件事情，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也的文化也是这样，面对到那个准备要怎么样的时候，他就会撕裂衣服，然后在那里哭嚎，甚至他会撒灰在自己的头上，代表我这个人准备要结束了。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王还允许了哈曼在这个传布所有的消息，不仅是当时的苏珊城，甚至旁边的这些，就是整个境内里面每一个省份都发诏书，告诉他说，再过12个月你就要死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收到一个命令，告诉我们12个月之后台湾就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在倒数计时，哇，那个时候你的心情会是什么？甚至你的状态会是什么？但
但是我们在面对像这个倒数计时，当时的犹太人跟末底改的心情很类似。当每个人好像在倒数计时，好像在面对一些2023即将要带来的这个挑战，甚至你现在就在这个困难里面，好像这个困难没有人可以有办法，因为王已经下令了，因为环境就是这样告诉你，事实就是如此。然后末底改就在这时候，就开始落成，撕裂衣服，哭嚎，撒灰。在王宫里的以斯帖听见他的养父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形容了一下，我说，如果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他在桃园，然后在中华路，然后到中正路，然后到复兴路，然后再从民族路绕回中华路，他沿路撕衣服，在那边哭，在头上撒灰，你会怎么办？昨天有人说他会报警。真的哎，以斯帖在当时在王宫里，她是一个王后，这么尊贵的身份，她的养父竟然在外面，好像以为怎么了，他马上就去关心，结果末底改还不理会哦。末底改说：“你的衣服拿回去，我没有要穿这个新衣服。”我们现在遇到一件很重要危急的事，他派人在告诉他说：“我们经历到什么事情？你在王宫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们现在经历到犹太人准备在12月的时候，我们就全部要被杀死。你是不是可以跟王讲一下？或许你跟王拜托恳求，他愿意来赦免犹太人。但我们记得这个前提吗？前提末底改一开始一直要以斯帖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是犹太人。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的隐藏，都有他美好的心意。有的时候，神要让你说或不说，都有他美好的心意。然而，我们很多人以为，当一个人他会走到一条死路，是因为他做错决定，是因为他没有好的环境让他去选择。是因为他凭着自己的私欲，造成他死路一条的结果。但是其实，以这个故事来看，死路是每一个人的终局啊。你以为你自己有活路可走吗？没有人有活路可走。有一个线上支付的业者，他非常年轻的时候，16岁的时候，他就赚进了100万的美金。他就是电影里面看到那种天才儿童。很年轻、很小的时候，连大学都不用念，因为太聪明了。16岁就出来创业，左边的哥哥，右边的弟弟，这个兄弟，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的公司市值350亿，不是台币，是美元。当年他才20几岁。然而，在这一个从小聪明过人，而且他们做一件事，他们将中小企业，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流行 APP 的时候，他们把数位支付这个行动支付的手续就是会经过什么14个工作天啊，7个工作天哈，有时候等那个卡等那个什么资料都要等很久，等到有点心急这样。他们将这件事情转化，竟然在网络上只要几个程式的设定就能够搞定。连他们的对手后来都把自己的公司收掉，直接来投资他们的公司。这么聪明的人，这么年轻有才干的人，有人问他们说：“你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心里可以来猜猜看，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于是这个兄弟就告诉他们：“我们就是搞网络、搞 IT 的。我们在我们的电脑荧幕，每天要打开那个电脑荧幕上面放一个东西，决定了我们今天成功的原因，就是生命的倒数计时器。”后来我去找，真的有这个 APP 耶，它可以算出平均的年龄，然后你现在几岁，然后你就放在你电脑荧幕上面，每天可以放。你剩下几天可以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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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
就在这当中成功了。原来你跟我都知道，我们都是死路一条啊，那怎么办？末底改跟以斯帖现在都知道了，怎么办？在机会跟命运里面，当末底改收到以斯帖的消息，还告诉他说，以斯帖告诉他说：“我知道我们现在面对到这个情况，但是现在我也好像无能为力呀、因为如果王没有召见我，我就去见他，那我也是死路一条。”当时的法律就是王没有召见你，你就去；如果王没有向你伸出金杖，不好意思，你就被拖下去斩了。所以当那个时候，以斯帖其实也是好像无能为力的境况。然后末底改就回应他：“你好像无能为力嘛，我好像也无能为力。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我们要提醒彼此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幻想。我觉得讲这一句话其实还蛮爽快，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托人给他这样的警告，你不要幻想，以为你在王宫里就会比其他的犹太人安全。讲这个话很爽快，但是自己怎样也在其中啊。我们没有人是局外人呐、他告诉以斯帖说：“你不要想说你是王后，你也是犹太人，你不要忘了你是犹太人。犹太人真的要灭亡，就在那个紧要关头。”就在那个紧要关头的时候，要怎样？就是要正视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不要闪躲，不要退缩。你就是那个身份，就在那个身份里面。末底改在那时候突然好像转性哦，前面不跪拜哈曼，好像在过自己的生活，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心里面很深，被神提醒，那个灵性竟然出现。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眼光，他觉得他虽然没有归回耶路撒冷，但他生命很深的知道，只有一位主可以救他们，只有一位主，即使现在，这是约珥书哦，即使现在在人民他们被掳的时候，还活在罪恶的时候，约珥先知竟然告诉他们说：“你们仍然可以禁食、祷告、哭泣、哀嚎。如果你正在你的一个什么样的难处里面，那困境真的是没办法突破，你要诚心的悔改，因为要归向神。归向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有怜悯慈爱，他要广施他的恩典，而且他愿意随时要来饶恕你。也许上主他愿意改变心意。”但我们愿不愿意真实的、彻底的转向他？还是我转一半？我等你确定要饶恕我再决定，我等你确定要供应我再决定，我等你确定要让我丰盛，我再决定我要不要来经历主恩呢？约珥书里面，约珥先知就告诉他们，即使现在，以斯帖记讲到好多个时间点，即使现在。约珥书讲到一个时间点，那个现在是什么样的现在？可能是过去带来现在信仰光景，好像外面的天气冷淡退后；可能是现在你真的在经历一件心都要烧起来，很烦恼，很烦恼，好像那个胃食道逆流，那个心包火的感觉。或者是你正在经历2023是一个很空虚、混沌，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就算是走一步看一步，末底改在那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相信，神会拯救，而且神会拯救，神还告诉我。拯救在哪里？然后他就向以斯帖说出了今天的这个名言佳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在这样的时候不说话，犹太人自会从别处得救援，而你和你的家族必被灭亡。
谁知道，也许你被安排做王后，正是为了这个时刻。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像末底改一样的眼光，在2023的时候，能够洞察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作为怎么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怎么发生在你周围的人生命当中。如果末底改没有想到以斯帖的时候，不好意思，也可能是完蛋，也可能是换别人。然而，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眼光，他跟以斯帖即将就要来经历神极大的拯救。然而在这里面，我看到另外一个人，我觉得他也有十足的勇气。什么样的勇气？以斯帖他很清楚，当他去说，他也可能会死；他不说，他们也可能会死。那大概他要说还是不说？很多时候，过年的时候，过完年的时候，面对到我们的公司，面对到我们的家庭的时候，说或不说，真的就是很需要有智慧。有人可能会想说，啊，她就是王后，她这么幸运，她从一个孤女，没有爸爸妈妈，遇到末底改，没想到一路顺遂，做到王后，就是过得太开心，过得太爽，所以怎么样？所以不懂民间疾苦，这个时候就是要说啊，你怎么不说呢？但是对那个王后来说，真的只有神了解那个时候她的心境，真的只有神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内心的进退两难。很多时候感受上，别人很难了解你的困难，然而事实上是在这样的位分上面，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位分上面，神知道你，他为你预备一切你所需要的，而且他让你来经历他，他把这个选择权给你。有一个 TikTok 母亲，她发短影音 ，TikTok 我们知道嘛，就是现在很容易看到滑到那个很短的影音，大概10秒、20秒。她发她的文在她的 TikTok 上面，她的女儿开口的第一句话不是妈妈，不是爸爸，她说这超恐怖的，因为她女儿讲的第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影片。When your daughter's first words are a plea for help. Terrifying. Help me, Mom. 大家有听到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听不出来，因为我耳朵不太好。我们再听一次。When your daughter's first words are a 很 plea 经 for 典 help. 哦。Terrifying. 哦，他是外国人。Help me, Mom. 有听到吗？他说 "Help me, Mom"， 他说妈妈救我，这是他人生第一句话。他才1岁，他妈妈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心里面突然有一种很恐惧的感觉，因为觉得他女儿是天才吗？不是，他觉得他女儿一定有什么事情，立马带他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发现不检查没事，发现天哪，他竟然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听到他心脏没有杂音，立刻告诉他妈妈说：“你要马上把这个孩子带去做手术。”1岁就去动心脏的手术，后来也因为这样平安的活下来。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困难里面，我们就好像这个女婴一样，她除了讲出那一句话，她也不知道，搞不好她也没有机会再讲了。然后她讲完之后，她是婴儿，她不可能自己爬到医院跟医生说我心脏有问题救我，她也不可能打电话，她只能跟她妈妈说，跟她爸爸说，只能哭给他们看。然后她妈妈想尽办法就要救她。在你的困难里面，你好像婴儿一样无能为力。可是当你向上帝求的时候，不就像他一样吗？
你觉得天父上帝要不要救你？说不说，我们有选择权。然而，决定的那个时刻，那个结果，神他自己要掌权。当我们愿意来信靠的时候，好事就要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以斯帖他领受之后，他就告诉末底改，我收到这个讯息，我决定要做一件事，我要来禁食祷告。于是他不只是他自己，他还找这些属灵伙伴，找这些跟他同一个族的，这住在书珊城的犹太人，一起来禁食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禁食祷告，我们要一起寻求祷告。我们每一次在这里会前祷告，我们每一次在那个祷告里面，我们在做什么？神啊，你解决我的困难，你让我没有这些困难，你把我从这些困难当中挪开，你把我放到安全的地方。还是神啊，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困难。我们现在真的很困难，我在情绪上真的很没有办法，我在感受上真的觉得很焦虑，我的心里面有很多害怕。然而我知道主啊，你要救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困难。当他邀请犹太人一起禁食祷告，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经文发生就是这样。他不是说神会挪去这困难，他是说我们一起禁食祷告，然后我要去面对这个困难。所以他也讲了一句，在这个经文里面说：“这样不免一死，我也情愿。”和本说：“我若死就死吧。”他知道他是要去死的，他可能会死，他很大的机会会死。然而，在这个祷告里面，不管以斯帖有没有死，有几件事情，我们在那边写经历丰盛主恩的时候，恩典已经发生了。第一个发生的恩典就是，当这个危难、这个坏消息出现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开始同心合意的为以斯帖祷告。谁是我们当中的以斯帖？我们要同心合意为他祷告，神的心意就聚集凝聚了这一群以色列人，这一群犹太人住在书珊城的。他们没有回去，可能有很多原因。我们上次说不是太有钱，就是太穷，但很有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信仰的光景已经到一个地步，是他觉得我没有需要做这件事情。然而如今的机会，如今的危机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一群人开始发现，开始信仰觉醒。以斯帖竟然可以让人信仰觉醒，是因为他要去怎样寻死？不是，是因为他要去为大家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信心，活出那个信仰的见证。很多时候，一件坏的事情，可能有神美好的心意，可能神预备你很久，你现在好像很幸运。然而，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或许神对你的预备，就是为了在那个时刻，就是那个时刻的时候，神要使用，神要让你成为以斯帖。成为那个祝福的管道，成为那个影响人、使人的生命苏醒的管道。而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在这个其中。有一个台湾的教育家，他说：“你拿你的幸运，或者是你的不幸，是为了什么？你幸运的经历，你不幸的经历是为了什么？”末底改没有被纪念是为了什么？以斯帖当王后是为了什么？如今你的生命在倒数计时，你现在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看一个短短的影片。这是一道数学题目，小时候我们都回答过类似的题目。在台湾，同样的题目，小安在小学2年级已经驾轻就熟，而康康到了小学毕业仍然看不懂题目。
这是所谓教育不平等的表象。在国际学生能力评比上，媒体经常表扬台湾在学科表现上领先其他国家，但研究同时显示，台湾学生的学历表现与家庭社经地位呈现高度正相关。教育的机会受到出身影响，许多孩子难以透过教育脱离弱势的循环，学习得不到成就感，也得不到身旁大人的肯定。许多孩子渐渐失去学习的动机与自信，进而放弃人生的选择权。更不幸的孩子甚至就此走入难以回头的歧路。当社会案件发生时，有人会跳出来说是加害者从小没学好，也有人说是他的父母师长从小没教好。但是事情真的这么单纯吗？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关心这些有问题的孩子，往往会发现其实他们只是被问题环绕的孩子。当我们看见很多社会问题的时候，甚至我们看见很多弱势，我们都有时候会说可怜之人必有怎样可恨之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到问题，还有很多问题的人，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很有问题，但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过去有太多的问题环绕他，以至于我们看不到被隔在问题里面的那个人。在今天的分享里面，以斯帖从一个孤女成为一个王后，末底改成为一个犹太人，他成为了这当中，后来我们都知道他成为宰相。在昨天跟前天我们去同工营的时候，发生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我现在拿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奖杯，对不对？其实这个不是奖杯，这个叫 reward time， 奖赏时间。这是一个抽签筒，很奇妙。我们在同工营分享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拿一张纸，抽到那个名字，他要先分享。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奖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抽签筒，他要再从另外一个抽签筒里面再打开一个名字，他要回应对方。神非常非常奇妙。我们都说我们昨天被圣今天是礼拜天，前天礼拜五晚上被圣灵充满，没有一个例外的，每一个人抽到回应他的人，都刚好是需要回应他的人。没有一个例外的，如果他跟那个同工有一些冲突，有一些需要讨论的，没有例外的，抽出来就是那个人。神没有例外的，他预备最好的时间，就是最适合的时间，最适合的人。我那天晚上被抽到的题目是，有一个青年分享，离开教会这件事情。他抽到的那个签就是我的名字。他说，我在还没有要分享之前，我就想我一定会抽到牧师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于是我要来回应这件事情。神对我们的预备，为了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此时。神对我们的预备，可能还在预备，为了那个时刻。神对我们的预备，在此时。此时就在预备。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疑惑。牧师告诉你，你的软弱神都知道。还有人一直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讲的时候，他讲了。他想说谁会回应他？一抽就是那个人，怎么这么巧？屡试不爽，第二次再抽。还是另外一个应该要回应的人。神知道你的软弱，他知道你的劳苦重担，他知道你需要得着安息。
诗篇46篇说，什么叫做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就是你要按下你人生主掌的那个主管的那个暂停键，然后知道他是神。因为我们没有暂停，我们不会想要神，我们会想要透过自己做的，我们自己来做神。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危难当中知道他是神，而且他为我们预备一切需要的恩典。他为我们一切需要的预备一切需要的恩典，就在圣经里面，就在迦南之声当中，就在每一天你的灵修进度，就在每一天你读的神的话语，他已经预备你的需要，而且他已经预备你要行各样的善事。那你预备好了吗？还是我们总是那个被动等待遇到危难的时候再来求平安的？在我没有危难的时候，我不能够去寻求更好的可能性吗？去寻求服侍神的可能性吗？当我们还没有开口，神早就知道我们要说什么，而且他用他的能力复庇我们。他让我们在工作躺卧休息，在病痛，在疫情，就甚至确诊的时候，都不是要你耍废，是让你有机会再次来思想你跟他的关系，你跟他，你跟人之间的关系。而神他为万事都预备了。我很常背和合本这段经文，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怎样成为美好，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他让我们了解有永恒的意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可能神不是要我们为什么问为什么发生这件事，神可能是要我们问我们在这件事我们为了什么而回应。所以保罗他回答，他面对罗马的教会，他回应，他知道这个教会接下来会很有影响力，他回应他自己生命的身份，他知道自己身份自己的职分。他说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活也好，死也好，我们都是属主的人。牧师，这样不是死了很衰吗？活了很衰吗？活了死了哪一个比较衰？那我们就要回到上一个经文，从始至终我们无法参透神的作为，然而神对每一个人，对以斯帖，对末底改，他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步步高升。可能看起来是步步怎样往下走，却是步步高升。你是哪一个颜色？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许会觉得以斯帖跟末底改是很冲动的人。然而，我们如果细细来认识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其实以斯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很多人会把英文名字叫 Esther。他是一个会计算代价的人，他早就知道他做不做都有可能会死。他在这个代价里面，更重要的是，他看见最重要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有些事情可能让我们是吃亏的，可能让我们是被减损的，然而更重要的优先顺序是什么？而那优先顺序还有一个，做好这个顺序之后我就放空吗？还是我开始为此做好准备？在这个准备里面，准备是为了做的那一天。一个在人看来相当不好的消息，却是末底改和以斯帖跟上帝关系的反转。在这段经文里面都没有提到上帝，然而他们已经透过他们的行动，让我们看见上帝在哪里。
他们将自己的信靠转化成行动，就好像这一个抽签筒，我们好像在里面拿的是回应，但是我们在这个回应里面，我已经拿到这个奖赏了。这个奖赏不只是看得见的奖杯，更重要是我们生命里面那很需要被支持，很需要被鼓励，甚至你觉得你的生命很需要被饶恕，很需要被医治。神在2023已经给你这个奖赏，你预备好要来领受了吗？当我们想要救自己生命，然而神是要给我们比生命更好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的恩典，比生命更好的影响力。我们今天有听见，我很常讲到完，会有人跟我讲你台语讲得很好，但其实每次让我最感动的是，有人回应我，他如何在这篇讲道中领受神。你听见神为你预备的机会了吗？你信靠吗？你愿意参与在上主救恩的行列吗？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就是这个时刻，神为你预备一个时刻要来领受，为你预备一个时刻要来行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神已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在2023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侧耳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尽。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这时候我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祷告。在2023，你想经历什么样丰盛的恩典？在2023，你最想要突破，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就像那个女婴，就像那个婴孩一样，当她说“妈咪救我”的时候，她就要经历拯救；当她说“天父啊，拯救我”的时候，帮助我的时候，充满我的时候，你就要来经历这样的恩典。因为就在这个时刻，神要我们经历2023的开始，我们要宣告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要来领受，我们要来领受，我们要一起开口来求，要开口来祷告，要开口来宣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宣告，我们要再一次从头来宣告，神拣选我们，预备我们，神已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侧耳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尽。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
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有什么事还没有去做吗？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再次来宣告，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以生命见证耶稣他活着。就是这个时刻，这主爱就像世界各地。我们说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这时候我邀请大家，我们要闭上眼睛。我们事情继续在谈的时候，我要用1分钟的时间，我要邀请大家来聆听，听见上主为你预备什么样的机会。2023，他为你预备什么样的机会？不仅是说，我们更要听见现今的机会。主，你说我们即使是遇到各样的境况，即使是现在我们觉得已经没有路可走，我们看不见未来的路，我们甚至困在现在这一个好像走不出去的路，但主你却告诉我们，主啊，你是施恩怜悯的神。你说归向上主你们的上帝吧，他有恩典，充满怜悯，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随时愿意饶恕。也许上主你们的上帝会改变主意，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你们，那时你们就能向他献上五谷美酒。我们一起来领受上主的赐福。愿阿爸天父不变的应许，永恒的慈爱，对人创造那美好的计划，在圣灵里的感动，时刻的让我们听见洞察现今的机会是从你而来，也让我们坚持信靠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恩典，没有任何事物阻隔我们要在2023经历丰盛主恩，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请坐默祷。